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7，诗篇57篇特别就安尼讲：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；琴啊，瑟啊，恁着精神起来。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。三个来祈祷，互阮精神起来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活娘，你是阮心灵的水泉，你是阮软弱无气力的时，互阮重新得到气力甲帮助的主。因为当阮目睭黑暗，未看见头前的路的时，阮常常陷落伫忧愁甲烦恼来看无前途，直到阮来失志跋倒。求你互阮精神起来，互阮本身来早早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愿阮看清楚家己的软弱，也谦卑伫你的面前来寻求你。愿你的心帮助阮，互阮精神起来，对软弱中精神起来，对忧愁中精神起来。求你互阮精神起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求主帮助咱，每一天拢伫伊面前，重新得到气力，互咱的心灵精神起来，无搁伫忧愁、烦恼、黑暗的中间，因为伊要帮助咱定心精神起来。愿做听，甲咱三家伫地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